请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中丰原一家口5个人投资着黄金钓钓去互诈骗，做伙来行就着红泉路。讲诈骗的关键人物，就是这个大查囝的同学。这个女同学开美容院，大查囝甲妈妈是伊的老顾客，真信任伊。讲就是伊推荐这家伙仔来投资黄金，讲只要入卡15万块，就会领这个commission3000块，所以规家伙仔总聊落去，最后是欠75万，刷落去。女同学阁建议因开支票200万来买黄金，结果支票开出去，黄金煞无摕到，前后加起来派500多万的债务。迄个女同学接到记者的电话，真紧张，讲要等警方通知才要来说明，就甲电话挂掉了。高水的玻璃后花内底地震煮辣椒，这是丰原王家大汉查囝伫网络顶经营的手工芳水辣椒。出货时，伊个会写批感谢人客。大汉查囝定甲因老母去因同学开的美容店做面，洗到头送，也敢若是因同学看线，找这个大汉查囝投资黄金豆仔，带入卡抽头。这个女同学即卖已经获警方锁定，因为已经有可能就是王家接口诉防诈骗的关键人物。伊的工作室敢若就伫这间整家店的2楼。伊接到记者电话时，听得出来真着惊，也真封闭，声音也有小可紧张。我们暂时不先回答，因为我们还要等警方的召唤。那你是怎么认识那个代购黄金的人？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这些，我们先等看警方那边怎么样再说。所以整件事情都是你从中来牵线这样子吗？姓张的查某人听到记者问伊有关投资看线的问题，敢若讲爱等警方通知伊到案说明，就甲电话挂掉。这个女同学就是说服大汉查囝用路开方式买15万的黄金豆仔，讲会当摕3000块的commission，15万对方的6000。刚开始有影有贪着甜，不过等一口罩5个人聊落路卡了后，那等无commission通领，连75万的小单也都爱因家己拿。女同学佮叫因开200万的支票兑团买黄金豆仔，结果支票开落，黄金煞无摕到。前后加咧，等到欠500多万，险啊！甲因伫台中的公寓底下户地下钱庄。议员陈志忠讲，王家去找伊斗3工时，甚至佮接到大汉查囝同学讨销的电话。欠钱本来就该还，哪有欠钱不用利息的？现在是网络时代，难道你们要举家都搬离开台湾吗？那大概就是这种讲法啦。大汉查囝同学开的美容工作室，就伫丰原大道8段这间透天厝的2楼。头家娘讲，王家大汉查囝的同学甲伊借2楼去做美容，也毋过伊甲对方无熟，也无对对方投资。昨天看到的时候，我有想要联络他，但是我发现找不到他。台中地检署已经混案调查，要了解这个看线女同学背后敢有诈骗集团咧个操控，害王家这口罩行绝路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